比如讲，这个土啊呢，甲伊只牛呢，两个咧比赛斗相哩。嘿，哦，啊，第一摆呢，因为呢，这土啊困去嘛，伊想要骄傲嘛，讲啊，找一只牛来咧比赛。吼，伊就在路边先困，要等伊就对啦。结果就困了3暝3日，哇！所以呢，五宗现身期你知嘛？当下一条歌叫做3暝3日。什么3日？你条歌是送去只土啊！我你看头来讲到这已经笑3届啊！结果第二届呢，啊，结果牛山真紧就等去遐厝啊，等去厝了，伊就得冠军啊嘛！啊，你我去到迄个目的地。啊，第二摆呢，这只土啊，足唔甘愿的，唔甘输赢了对。牛，哦，我足唔甘愿的，这摆我甲叫你输赢。输赢那个牛输赢。来，今仔日呢，啊，要叫你拼一道。拼一道，输赢拼一道啊！牛就讲，好啊，你讲啊，啊，即摆要安怎比？什么人先到厝，什么人先赢？小黑，毕竟的，毕竟的。啊，但是哦，迄头家无人就是哦，啊，未讲好了，1、2、3，拼就倒跑啊！可以走啊！伊牛你来看啊，因兜多远？啊，因我慢慢丢入去。啊，我已经到厝啊。